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擦干所有眼泪，步伐不再犹豫。从这大门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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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名往前进，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一起一样，我们起立，我们同心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荣耀都归给他。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今天人比较少，我们左右一起说早安，今天看到你真好，早安小宝，看到你真好。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们再一次。让我坦然不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
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
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礼拜天的早晨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当中。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无论我们经历是顺利、喜乐，或是疲倦，或是挫折，你都仍然陪伴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不只是用诗歌敬拜你，也让我们重新思想自己的生命，有哪些地方已经离你很远，有哪些事情我们只是习惯的做着，心却没有真正的向着你。求你再次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渴望更多的人认识你。孩子这样子祷告，都是奉你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手边有周报的会友，我们可以一起拿出来一起看。那我们从公祷事项，像我们从第2点，愿上帝保守医治看顾我们建成教会的所有肢体，给弟兄姐妹大有力量。我们一同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来为他们代祷。3，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所有的人，特别是小朋友在学习阶段的儿少青年学子，在这个知识爆炸的世代，更需要坚定的定睛仰望上帝。我们一起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再来就是我们社区银法族的课程，在9月份也要准备开学。我们为着我们建成教会的所有事工，我们一同来祷告。再来4，我们也为着上帝所创造的地区、国家、环境，我们一同来祷告，也求主都来保守看顾。再来教会的消息。这边请小会员特别留意注意，主日结束之后要召开小会，也麻烦小会的会员这边等一下结束后要开会。第2点，这一点跟我们这里在座的应该比较有关系，麻烦就是符合教会奖学金申请资格的新兴学子特别注意一下，奖学金已经开放申请，如果有申请办法不清楚的，可以问我们的辅导，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有教育部长。这边特别注意9月6号截止，所以9月6号前要把成绩单或是需要的资料补给辅导或是老师们。9月13会颁发奖学金。好，第4点，下个主日是福音那个主日，所以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到我们建成教会一起聚会。再来4，近期教会外部我们天气不稳定嘛，都在下雨，有发现教会的外墙有漏水，所以本周有进行来外墙防漏的工程，
愿上帝都看顾保守他的圣殿。再来团契消息，9月5号礼拜六下午3点有妇女团契的聚会，我们会邀请到关怀师来分享心灵的课程。接下来下面的奉献明细就请各位自己来看，如果有问题的，我们就跟干事来更正。现在要进行奉献。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来奉献祷告。主啊，有时我们对于不了解、不清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放入我们自己的想法。求上帝让我们不单单是周日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成为生活化的基督徒。我们所有人每一天都需要你，求你的爱降临在我们中间，做我们世代最大的避风港。我们当中有许多肢体需要你的安慰，或许有的是身体，有的是心理。求在这国度属于你的世代，能够彰显上帝你的荣耀。接下来属于你的建成教会，也有许多的事工要再次为了福音而敞开。恳求让走进建成教会的都能因为上帝你得到满满的祝福。我们将我们建成教会大到小所有的人事物都诚心的摆上，特别将建成教会当中还在学习探索这世代的儿少青年，求主让他们能够成为身边周遭人最美好的祝福。主，谢谢你爱我们，疼爱我们，也从来未离弃我们。我们现在也要奉上我们一点微薄的金钱，作为主圣工之用。现在也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再来，圣经记载在何西阿书6章1到6节，这里我来念，大家一起来听。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了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实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圣经念到这里，接下来正道的题目是爱疼。我们将时间交给芝美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前几个礼拜我们有读过《列王记》，那整卷《列王记》包括上卷到下卷，记录着以色列他从所罗门王开始登基建造圣殿，然后直到国家分裂成北国跟南国，
之后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也跟着灭亡。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上下长达400多，大概将近400年左右的历史。好，整个列王记他谈的这个历史将近有400年。在这个历史轴线中间，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专心倚靠耶和华上帝的人，就必得享安息。至于那些总是三心两意，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可能日子或许有些人过得还不错，但是呢，却是国家整个连年征战，他们的家宅也很难，就是家宅不宁这样子。作为一段历史的旁观者，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约，随心所欲，会有这种下场，好像也是刚刚好而已。那最近有许多关于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妤婚姻的报道，非常多，每天几乎都有连续剧。一段婚姻如果一方随心所欲，没有尽到当尽的责任，甚至违背誓约，做了背叛另一方的事情，可能所有的人都会咒骂那个违背誓约的人，甚至希望那位背信者能够没有好下场。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在人世间确实有公道，但是上帝的道路却更高于人的道路。在圣经里面，上帝常将自己跟以色列的关系用婚姻来做比喻，也就是上帝跟以色列就好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这样子。特别在何西阿书里面，上帝将那些违背誓约的以色列人比喻作为淫妇、娼妓。即使如此，上帝在以色列整个背道的过程当中，仍然试图挽回他们，想要原谅他们。因此，上帝差遣何西阿向以色列发预言。这个发预言的时期在怎么样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他因为自己在信仰上的背叛，导致他们的国土一直被外邦国家给并吞，大幅缩减的这个时候，上帝差派何西阿向以色列发预言，清楚地告诉这些背道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心里所想的，手里所做的，都瞒不过我。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愿意爱你们，我还是愿意给你们机会，只要你肯回头，肯悔改，只要你们肯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当何西阿告诫他们之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这些以色列人呢，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讲1、2、3，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不好？还不错吧？好，这3节真的不错。这3节是以色列民当时的心声，他们说：来吧，让我们来归向耶和华，回转寻求他。过不了多久，他一定会再一次赐下恩典来医治我们，使我们再次兴起，改善我们的生活。这确实是当时以色列的心声，但是却是虚伪的宣告，非常的虚情假意。他们只希望上帝能尽快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难题，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要修复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当初那个原本很亲密的关系。他们做这种宣告只是想赶快改善他们的生活。我根本不想跟上帝你有再恢复过去那个亲密的关系，我只要改善我的生活就好。这里讲到撕裂、打伤，这2个动词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痛，却是上帝的爱。如同我们在教养孩子走当行的道，就一定要适时的撕裂他们的自私跟骄傲，不能任由他们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孩子应当教导，但是大人也应该要如此受教，才能成为他们的榜样。牧师举个例子，我们每个礼拜在吃爱餐，
其实主爱餐的人分量真的很难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是暑假或者一些节期，有的人会出国安排出国旅游啊，或有的人是国外旅居国外的人，然后又回来，然后有这样来来去去这样，他们分量很难抓，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吃饱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吃不饱，我们也不能埋怨，如果有人只想到自己的需要，然后就一直拿，在台语礼拜的时候，牧师有提醒那些台语礼拜的会友，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不要想说，我们在吃爱餐的时候还剩很多啊，那些还剩下的是要给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吃的，你们不要只顾自己吃饱，华语礼拜都没得吃，在那边饿肚子等等之类的。如果有人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就想多拿一点，那就必须要有人去制止，即使会让他觉得没面子，但是也要教导，这样才不会让他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并且可以帮助他学习如何将彼此相爱落实在生活当中，让他可以得到耶稣的称赞。所以在指责、制止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是爱，但是其实这才是爱的表现。上帝的爱与公义总是并行不悖。上帝适时的鞭打顽梗的以色列，适时的要纠正他们错误的言行，但是以色列却总以为上帝一定会既往不咎。只要他们跟上帝撒娇，那个上帝啊，对不起啦，你知道我就是软弱啦，什么什么的，向上帝塞那一下，撒娇，假装示弱一下不用2天，最多3天，他们就认为嘛，过2天他就会让我们苏醒啊，第3天他就使我们兴起，上帝就会收回他的怒气，然后呢，也不会再得到相应的惩罚。这些以色列人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使像大卫这么合神心意的人在大卫犯错、认罪悔改之后，没有错，上帝有重新接纳他，有重新原谅他。但是大卫要有的惩罚，他该受的惩罚，一个都跑不掉。我有原谅你，你悔改认错，我有原谅你，但是你该负的责任，你该受的处罚，你还是得受。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跟怜悯。如今以色列竟然虚情假意的对上帝说：“上帝呀，我知道你的出现就犹如晨光，你的临到就像滋润田地的甘霖。好，我们知道了。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会认真学习你的律例典章，我们会好好的参加查经祷告会，我们会好好的跟着新眼光读经进度来读经，我们会好好的祷告。那之前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啦，可以吗？可以吗？我们都非常希望这样子。以色列实在是心口不一，油嘴滑舌，光说不练。他们对上帝就是只有3分钟的热度。过不了多久，他们依然应着景象，做尽了一切上帝厌恶的事。以色列对上帝的爱是何等的短暂，而且经不起考验。同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反复好多次了，不是只有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已经数不清了。因此上帝说，我们看下一页 PPT 第4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善的甘露。”就是很快啦，你们就是说而已啦，3分钟热度一下子就没了，就像早晨的云雾嘛，一下子就没了。这边说以法莲是以色列10个支派中的其中一个支派。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刚刚前面有讲，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受到战争，连年征战。他们本来10个支派的土地，如今只剩下以法莲这个支派的土地，还没有被外邦国家给侵占夺取。意思是，这个时候上帝称以色列为以法莲是在提醒他们，如今你们的国土只剩下以法莲咯，你们还要这样子应着景象，还不肯回头吗？如今你们只剩下以法莲了，你们还不肯回头吗？
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是那么的令他心痛，又让上帝觉得很不知所措。上帝用尽所有的方法，似乎挽不回以色列与他的爱情。人虽失信，上帝却是信实的。上帝对以色列坚定的爱，对以色列的约定，又该如何继续下去呢？最近有几个非常轰动我们长老教会的新闻，其中有一个新闻呢，就是一位牧师，他借由他的职务之便，趁人之危，对未成年的会友进行性侵。这位牧师原本是在某中会的某个教会任职，后来他发生了婚外情。这个婚外情是他也是一个成年的会友的婚外情。经小会查证无误，立刻就给他解聘。当时该教会的小会为了给予双方有悔改的机会，并没有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中会，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公开。毕竟两个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做的事情，他们比如说有协调好了，也悔改，也认罪了，好，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过了几年，这位牧师他又在其他的中会的某教会，就换了一个中会了。其他中会的某教会就任，重新出发。就任后约莫大概2-3年，又爆发了他对那个教会的未成年会友进行性侵的消息。他利用他牧师的职分，对未成年的会友进行辅导。整个辅导的过程就为他提供了犯罪的温床，也导致这起重大的悲剧。从这个事件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婚外情的东窗事发是上帝给予这位牧师的当头棒喝，也是上帝给他一个得以回头的机会，就如同上帝差派何西阿对以色列所提出的警告。之后这位牧师又沉寂了几年，似乎看似回归家庭，因为他的配偶、他的孩子也原谅他，也接纳他。但就在一切调整的好像调整得宜，重新再出发之后，他却又变本加厉，向未成年的会友伸出狼爪。这一次该教会在第一时间就进行通报，从小会到中会也做了紧急处置，也将全案交由司法单位进行审查。是我们国家的司法单位，不是长老教会的司法单位。该教会的小会立刻解聘，中会也立刻免除了他的牧师身份，也就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再承认，也不再接纳他是一位牧师。直到近期司法审查终结，司法判决果然有罪，整个案情才公诸于世。但是因为要保护被害人，所以我们的好奇心也必须要有相当的节制。我们不只是保护被害人，保护他的家人，我们也要保护那位牧师很无辜的孩子跟配偶。第5节、第6节，上帝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更胜于燔祭。”上帝差派先知砍伐以色列，向他们提出严厉的控诉。上帝杀戮他们，让他们无法再替自己辩解。上帝的审判就像光，可以穿透一切的黑暗，让人心中的恶念无所遁形。以色列的表面功夫完全被上帝识破。上帝知道他们很虚伪，上帝也认得人内心的狡诈。看起来是这么的恐怖，上帝的作为确实让我们感到敬畏。上帝的知道其实是以色列转向的机会。上帝的揭露，他揭露这个事情是以色列得以重生的契机。上帝的怒火，他生气，是以色列能好好认识到底什么才是公义的这样的机会。许许多多的机会，以色列始终没有把握住，甚至根本不当一回事。我们看到，即使人性是这么样令人感到难堪，但是上帝却还是坚定的要以他的慈爱怜悯对待他的子民。他对以色列的爱更胜于他们在表里不一的情况下所献的祭物。照理说，我们在准备祭物献祭的这个过程，会不断形塑我们对上帝应该要有的态度，
也就是敬虔、谦卑跟信靠，是从外而内深化我们的信仰。意思是内在的态度跟涵养比外在的祭祀礼仪更为重要。什么是内在的态度跟涵养呢？就是我们要有上帝的性情，我们要慢慢的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深化，我们要渐渐的有上帝的性情，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怜悯、圣洁、公义。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增长。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就会从我们的口、从我们的行为展现出来。正如耶稣所说，吃进去的东西不会污秽人，顶多就是排掉而已。但是从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才会使人跌倒。所以信仰绝对不是出一张嘴，而是需要被正确的行动表达出来，好让众人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的愤怒令人感到惊恐，上帝的审判令人心痛，但这也正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目的是要挽回我们，把我们导正过来，使我们能够承受永生。如同他对那位牧师所做的控诉跟审判，不是为了他而已，也是要让我们整个信仰群体都能好好面对自己的伪善，面对自己的表面功夫，面对自己的鸵鸟心态。藉由这个事件，我们必须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常常把上帝的提醒当耳边风，或是对上帝只有3分钟热度，还是会在主的怜悯恩慈当中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羞愧，彻底的悔悟，汲取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表面和谐，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义。我们也很难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如果我们所言所行不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跟信靠，我们就很难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的献祭、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无法让我们心存敬畏、时时警醒，那我们就是只是凭着血气想要撑场面而已。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是虚空的虚空。如果彼此相爱只是成为一个口号，那我们永远没办法承受上帝国度的丰盛。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的誓约，绝对不能像何西阿口中的以色列，只有表面功夫，3分钟热度。如果有人仗着职务之便做了令人羞愧的事，可能是偷盗，可能是犯奸淫，可能是欺骗，可能是习惯性的占别人便宜，好吃懒做，有很多种可能。如果你真心爱上帝，如果你真心爱上帝的教会，所谓的上帝的教会不只是建成教会，我们要想得更广义一点，只要是有基督徒的地方都是教会。我们就要，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上帝，我们就要勇于认错，赶紧回头。或者你要成为那位吹哨者，勇敢站出来指正错误，不能鸵鸟心态，因为该痛的就还是要给他痛。有动过手术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他应该要动手术的就要动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可能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但是该动的你还是要动嘛，该检查的还是要检查嘛，对不对？有些检查非常的恐怖，光是听那个名字就会觉得，哎呦，我不踏不进去那个检查室。但是有时候该痛的还是要让它痛。有动过手术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痛苦不是手术的过程，而是手术后矫正复健的过程啊。你手术可能一天内顶多你再大的手术，有超过24小时的手术吗？目前好像应该不太可能吧。好，你再怎么样麻醉，好，就我粗浅的医学知识，我认为再大的什么心脏绕道什么手术，你至少可能在10几个小时之内你就要做完了。反正动手术的人他在那边麻醉，他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但是后面复健的过程很长相当的长。真正的痛苦是在手术后矫正复健的过程，整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但是很有盼望。这样的盼望帮助我们可以认真执行所有医师的嘱咐，这样的盼望帮助我们度过复健的痛苦。在上帝的爱里，难免有痛苦，却大有盼望。在上帝的爱里，一定会有十字架的羞辱，我们一定会经历十字架的屈辱，因为耶稣，我们是耶稣的学生，耶稣他都被钉十字架了，我们又何其能幸免？我们虽然会经历十字架的屈辱，但一定也会有复活的喜悦。耶稣基督背负我们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不只是为了何西阿口中的那个以色列，还有你我以及千千万万还不认识他也不相信他的人。耶稣的爱是天父上帝撕裂心肺的痛，为了要挽回我们跟他的关系。愿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上帝的话语，在每一天都能用一个全新的生命来回应他，回应这份撕裂心肠的爱。最后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回应诗。主的爱已经降临，主用他的牺牲已经挽回我们，也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爱，我们要坚定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只挽回我们自己，也要挽回在我们身旁的人。主你是光明，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牵引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主的爱降临，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
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主的爱降临，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与慈爱，常常要用你的愤怒来挽回我们，来提醒我们。主，恳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直视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黑暗，直视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始终要改却一直改不过来的那样子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坚定的灵。主啊，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不够，求你加添；我们的意志不够，求你加添。主啊，我们要在这里定义的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爱与怜悯里面。主，我们要回头，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圣灵的扶持、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背后诗。借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擦干所有眼泪，步伐不再犹豫。从这大门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
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哦，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我们再从头再唱一次。嘿，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擦干所有眼泪，无法不再犹豫。从这大门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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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名往前进，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